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3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伫今年8月甲9月，首次率团到新加坡以及加拿大进行文旦等农产品的出销，因为销售的状况真好，持续对价。市府农业局上午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市长表示，甲去年比较起来，今年保守估计外销将1.5倍成长。台南市国农会摆伫市政中心的农产加工品，真正是满满是，嘛互人看见台南农特产品的多元面貌。而遮尔济丰富的农产加工，其中8、9月期间，特别是酸叶、文旦甲火龙果等产品，进军新加坡甲加拿大超市，采购金额已经高达800万，2000克的文旦无到3天就卖完，佮一直追加。为了将这款的成果甲市民分享，农业局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包括市长、农委会、外贸协会甲参与外销的厂商，拢共同出面见证，场面热热。3、2、1，哇！看到呢，在我们的长官贵宾呢齐心的共同来到香槟哈。这一方面呢哈，我们是要来庆贺我们的农特产品行销到我们的海外市场，获得了。我们今年大概可以成长1.5倍吧，应该是保守的估计。那因为像光是这个我们的芒果跟文旦，事实上的销售都特别的好。这个也只是农会掌握的数字而已，许多贸易商他们自己卖的那个部分，有时候他们也不愿意跟我们透露。但总之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第一个看价格，第二个看有没有这个什么乱倒的这个状况。那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很担心，因为我们的凤梨事实上是跟高雄跟其他的地方一起生产出来的，所以说本来是以为会一起卖掉，那就价格就会崩盘。那想不到我们卖得特别好，价格也都维持住，这是特别感谢的。就目前为止，外销成绩今年当讲是丰收的一档。当然后续咱的麻油制品、加柳丁、碰柑等等，经销商嘛已经锁定明年农历过年期间要来出销，目标是2个货柜，希望破1000万的商机。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为了让台南的幼童甲家长有全属的游戏甲教育资讯的空间，社会局积极找找适当的地点来兴建亲子幼幼馆。预计伫明年全市将会打造14间。上午台南市的第8间主题特色亲子馆，就伫善化区正式启用。原本南管理活动中心的2楼是运动教室，伫里中专业配合市府打造兼有佚佗甲教育的亲子活动空间，甲社会局的整修以后，现在已经成为善化区的亲子幼幼馆。30号上午开幕即天，侪家长已经急着带囡仔来体验，感受迄款绿营区的主题设计以及买菜等角色扮演，囡仔拢生加欢喜甲，嘛互父母相当安心。玩具算是蛮多的，然后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玩的那个，就是扮家家酒的，对，然后那个空间也蛮大的，对，就是可以让他们可以很安心的玩。像我们住在善化的，就不用再跑到新市这么远，可以就近使用这个环境，然后小朋友的话也多一个选择这样子，对，所以那个。对爸妈来讲呢，就是其实还不错这样子。小朋友有新的地方可以去，他们也感觉比较新鲜感，对。开始当就近服务就是便民。社会局长表示，今年伫善化启用亲子幼幼馆已经是台南第8间，今年底将伫桂林、南区甲安南区各加新增加3位，预计每年将并14位的资源服务。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过程里面，让我们社区里面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小朋友，那有一个能够寓教于乐，然后有一个幼托的资源，甚至于是一个能够做早期我们早期发展的一个筛选那等等这些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
指示数我想不是我们的目的，是目前已经有的一个规划。那因为我们台南总共有37区，所以我们希望是说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场所能够设置我们这样的亲子幼儿馆，那提供我们台南市的家长、我们小朋友更好的一个服务。亲子幼儿馆提供0岁到3岁幼童加家长专属的游戏空间以及托育等服务资讯，欢迎民众多多利用。台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吕维英甲沈振东因为看到无障碍协会理事长甲共创好生活自立纪录片影片，发现台南市立图书馆欠缺无障碍空间，尤其新障者若是将车停伫停车场，会发现根本就无法度进入图书馆，所以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爱全面检讨改善。透过共创好生活自立纪录片的导演周心怡，甲台南市无障碍协会理事长林兆坤，实地到台南市立图书馆所翕的影片，不但新障者无法度对停车场进入图书馆，而且爱心人嘛形同虚设。对此，议员吕维英甲沈振东上午邀集图书馆的馆长甲社会局官员，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爱全面检讨改善。市立图书馆呢，我们虽然它在1楼方向有升上停车格，而且确实依法是在出入口的最近的地方，但是它最近的地方呢，它却是面临到它是一个楼梯阶梯的方式。我相信连这个阶梯，你也准这俩关亚或者说比较年弱体迈的这个的老人家要去你行其实是拢就无方便的。那如果你不走这个部分就像影片所说的，他必须要去从另外一个停车场，虽然有一个通道，但是因为由于是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员工的这个通道，一般来说全部都是由这个栅栏式机械式来做封闭的。那当然我们有服务铃，可是我想一个以人为本的环境不应该是建筑在一个爱心的服务铃上面。那我想这个爱心服务铃某个程度上是不是更代表着有一种区别歧视的一个味道？那我想这个图书馆应该要极力的来去做改善。总图之外呢，我们更要去考评我们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人行道的一个状况。我们人行道的状况在6都的考评当中呢，在去年其实是6都之末，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改进的地方其实很多。那其实刚才看到这个影片之后，我们不禁发想说，有时候我们在设置的时候都是用我们的一个观点去看，但是从影片中我们就看到了，其实用别人用需要的人的一个眼光去看的时候，才可以更加了解到底需要的是什么。针对议员甲理事长的反映，台南市立图书馆馆长洪玉珍嘛表示，全市所有的区图对民国104年就开始做整修的改善。目前市立图书馆因为建筑物较老旧，因此电梯较无法度整设。针对协会所提议的，会搁再做检讨改善。台南市图书馆目前的馆舍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一个建筑物，在民国64年的时候就设立了。那当初我们也一直针对怎么去改善这个友善的环境，我们也想方设法去处理所以我们在去年在活化这个娱乐堂作为取实音乐图书馆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电梯。那原先那个电梯是我们原先的设想是能够从广场这边上来，让下方的停车场就可以直接上来。可是因为牵涉到它的结构的问题，我们不敢去穿那个楼板，这边先说明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电梯呢，就是在馆内那边，因为刚好那个地点是可以，所以这个说要经过那个门，那个停车场那个门呢，其实不是说这边是员工使用，而是因为那边我们做了一些管制啦，那我想我们这边真的没有做好的地方，就是服务铃不够明显，这个我们未来会再做一个改善另外，议员沈振东嘛指出，咱市伫107年道路养护管理甲人行环境的无障碍考评计划当中，成绩既然是6都排名上尾，表示市府还阁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建议市府伫检讨改善时，
嘛应该徛伫个无共族群的角度来思考，安尼才会打造各族群甲无共种别的友善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近年来，台南运动健身的风潮愈来愈流行，不过侪原本的运动公园，却因为欠缺经费征收，渐渐失去运动的功能。议员沈振东甲蔡小薇就呼吁体育处爱强化现有的资源，尤其是圣安里的芳草运动公园，希望会当打造成风雨球场，方便市民利用。议员沈振东表示，台南市北区的民众有真侪。毋过，距离市立体育场甲国民运动中心，因为距离真远，民众运动只好去公园的运动场。尤其北区的圣安里香草运动公园，虽然场所袂歹，毋过内面的球场却因为年久失修，因此透过当地甲区公所争取增减运动场所的改善经费，希望会用将该场地改建为风雨球场，增加民众的使用效益。其实我们在上礼拜三就有跟我们的吴里长吴云燕里长来共同会勘，那看到了这个我们的篮球场地呢，其实已经水泥地是破堪不损的，损破非常的不堪，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北区区公所这边可以跟我们一起努力来提计划，来向我们中央来争取经费，让体育署来为我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场地来去争取补助，甚至呢可以让在一个台风的一个时期，甚至或者是比较风雨交加的那个有风有雨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畅打我们的篮球，所以呢，希望说我们这边体育处也可以加强的协助。公园的安全性的结构性是否足够哈？因此，我们今天要来争取的这个在北区的这个香草公园，对，来争取我们的所谓风雨球场，就是希望说在这个风雨之际的时候，大家还是有可以安全的运动的地方。另外，我也希望我们可以纳入一个有关环保绿能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的风雨球场它可以加盖太阳能板，其实它不但只是可以在这个安全的结构下可以正常的运动，它甚至可以加强在我们的环保的一个教育，当做一个教育的一个公园来做示范。对此，市府体育处回应，目前该计划已经送体育署来回审，因为经费庞大，目前搁伫咧修正当中。至于铺面的部分，区长嘛表示，目前市府正发包当中，如果顺利，原则上铺面会先做改善。另外，同款是工程的部分，议员李启伟嘛表示，因为目前有几个大型公园，包括一寨公园、甲林默娘公园，因为公务局正咧做便所的整修工程，不过因为工期较长，造成民众的无方便。对此，议员嘛呼吁。希望市府会用咧新设流动厕所，解决民众的不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南市警察局伫暑假期间举办小小警察体验营，结果才拄啊开放报名无偌久，就马上额满，互真侪家长甲小朋友真失望。所以警察局特别加开场次，伫9月28号，由局长周耀伟主持开训典礼，透过一系列趣味的闯关体验，互参加的亲子更加了解警察的工作甲辛苦。
台南市警察局9月28号举办小小警察体验营，伫网络上开放报名，无到3分钟的时间，马上就压满。活动即天经由警察局长周耀伟主持小小警察开训典礼。活动规划趣味的闯关游戏，让迷你玻璃室体验警务装备以及办案技巧等，用创意的方式，让参与的亲子了解警察工作日常，扭近警察甲民众距离，提升警察形象。长大想不想当警察？想。为什么？因为很好玩。因为好玩，那还可以干嘛吗？抓小偷。啊？抓小偷。抓小偷啊？那你们觉得当警察辛不辛苦？你们以后想不想当警察？想吗？想啊。警察局的那个 FB 官网看到这个活动啊，这次已经是第2次参加了，然后每次都秒杀，我们很幸运2次都不抢到。那这个活动很好，可以让小朋友知道一些就是怎么对抗坏人，然后怎么守规矩的一些观念。警察局长周耀伟希望透过这种体验营的活动，让小朋友自细汉建立守法的观念，以及远离毒品的危害。今天我们的活动有就是反毒的宣导，还有一些保安霹雳小组的一些装备器材，还有这个骑摩托车，让他们知道交通安全的重要。我们希望小朋友从小就知道警察是帮助他们的人，是为他们服务的人，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警察，体验警察的生活。小小警察营希望透过活动游戏体验中，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让参与亲子朋友建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并了解警察维护治安工作内容。台南市警察局表示，未来还会扩大举办体验营活动，欢迎市民踊跃报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每一档拢会举办台南美展的情景，今年总共有161件作品得奖。除了得奖者的年龄层比去年扩大，甚至阁有高中生甲高中生入选，象征台南的艺文发展向下扎根。台南艺术界上重要的盛事之一，台南美展今年的得奖作品总共161件，充分展现了台南艺术创作者的软实力。文化局就希望利用这个机会，鼓励台南的艺术界积极来创作，也培养民众的艺文素养。其中的大奖，台南奖的3位得奖者，年岁对青年人到中年人。同时，这摆入选的作品当中，也有高中生加高中生，象征台南艺术创作向下扎根的成果。台南美展呢，其实是我们台南市在展览艺术界非常重要的一件盛事。那每年在10月份我们都会选出各类6大类的得奖者，在我们各个艺廊来展出。我想，台南美展对于台南市在从事视觉艺术的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这30几年我们看得到它一直在演变，从我们各类型的一个作品当中，还有从参加者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背景，我们发现它已经变成是一种在视觉艺术来讲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得到参加者从年轻到长辈都有，那它的年龄层分布非常的广，而且这几年的得奖作品也非常的多元，也会随着我们不同的一个社会背景，我们看得到作品的一个表现跟社会的一个脉络的一个结合。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在整个台南城市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视觉艺术在台南已经发展这么久，那我们在这一个平台当中给予这些视觉艺术的创作者一个创作平台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透过他们的作品展现，在这个台南美展的一个展览当中，让大家看得见。同时，今年嘛将过去台南美展的台南奖作品重新整理，要伫11月来举办一场回顾的展览，让来参观的民众会当了解台南美展的变化。30多年来，得奖者他们在这个城市不断的成长。那我们重新再去回顾，尤其是我们在今年11月，我们除了在台南美展从今年的29号一直展出到10月10几号之外，我们也会在11月把本县市合并以来总共10年的一个过程，然后让大家看得到这10年当中台南美展的一个不同的变化，让大家认识台南美展在这个地方城市所扮演一个角色。
台南美展的作品现在正伫文化中心的文物展览馆展出，欢迎有兴趣民众会当伫10月20号进前前往欣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份的天气，温度24度到31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9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